絕對係美白淡斑最好嘅一個supplement嚟嘅。要補充骨膠原，係咪飲一啲膠原嘅飲品就可以補充得到呢？其實實質嚟講咧係唔得嘅，因為咧我哋身體咧要製造骨膠原嘅話咧，佢最主要嘅元件咧就係呢個。我哋講到我哋皮膚咧係要有光澤、白裏透紅嘅感覺嘅話咧，我自己個人咧係會建議咧係用呢個嘅 glutathione 谷胱甘肽嘅，佢嘅作用咧就係可以抑制我哋嘅黑色素形成，可以改變咧合成黑色素嘅嗰個基因，淡斑嘅效果咧係非常之好嘅。另外一個作用咧，將一啲重金屬啊、一啲毒素啊去排走離開我哋嘅身體。第三個嘅好處咧，就係佢係可以中和呢個嘅自由基，減少我哋嘅皮膚，甚至乎我哋身體入邊嘅器官組織咧，去減少被呢個嘅氧化壓力咧而破壞，而造成一個嘅老化嘅現象。谷胱甘肽絕對係美白淡斑最好嘅一個 supplement 嚟嘅。咁啊，第二個嘅 supplement 咧就一定係要講到我哋成日都聽到嘅維他命 C 啦。佢最主要嘅功效咧，其實就係幫我哋身體咧去製造呢個嘅骨膠原。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咧，要補充骨膠原，係咪飲一啲膠原嘅飲品就可以補充得到咧？其實實質嚟講咧係唔得嘅，因為咧我哋身體咧要製造骨膠原嘅話咧，佢最主要嘅元件咧就係呢個嘅維他命 C。所以咧，如果你真係想美白淡斑 V 面嘅話咧，其實最好嘅搭配咧就係呢個嘅谷胱甘肽同埋呢個嘅維他命 C 啦。谷胱甘肽咧原本咧係唔好吸收嘅，所以咧喺好多嘅國家咧，佢哋會用嘅方法咧就係會靜脈注射啦，或者係吊針嘅形式咧去吸收呢個嘅谷胱甘肽。咁佢哋個標題咧就係叫做美白針嘅。但係因為咧始終呢一種方法咧係屬於一種入侵性嘅醫療嘅治療方法啦，咁所以有某一啲嘅國家，例如好似新加坡咁樣咧，其實佢係禁止咗唔俾打呢種嘅美白針嘅。咁啊有見及此咧，咁啊科學界咧佢就研究咗一種最新嘅方法咧，咁呢種方法咧就係叫納米微脂囊嘅用 liposomal 嘅形式啦，佢就係用一啲卵磷脂。佢包裹住谷胱甘肽喺入邊，繼而可以吸收到去入我哋嘅身體，唔需要經由腸道嘅分解咧，而已經係直接係可以吸收到入去我哋嘅身體嘅細胞同埋組織啦，同埋個效果咧係可以媲美到呢個嘅靜脈注射，